怎么还有一个女的呀？如果要玩3个人的话，那得另外加钱。你先过来一下。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做，需要加多少钱我都加给你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闯祸了。我不需要这个，我只需要你给我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声的叫，叫的越大声越逼真，越投入越好。没其他的了？没了。来，你坐这儿。听好了，你就叫，不停的叫，用你的声音来刺激他，明白吗？开始吧。啊啊啊！
看着我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告诉我。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